就是听讲，这中国资金渗透，但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进前捌伫咧立法院表示，香港已经互中国食掉啊，量子伫遐踅来踅去，咱一定要对源头查清楚，防止中国资金入来台湾。民间团体是希望行政院就要调降外国投资比例，也就要严格审查。日间讲用香港的名义，不过说是中国的资金渗透台湾。经济民主联合智库批评2008年做投审会执行秘书长范良栋，甲金管会政治局局长吴东杰伫咧会议达成的结论，决定讲外国人或者是华侨投资上市贵公司的证券投资，过一届10%以下就免受投审会审查，认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，已经写批予监察院订正，要求单核2位前官员。国安审查机制就是在投审会，不受投审会审查，就是架空国安把关机制，就是违背《外国人投资条例》第7条第1项第1款。根据投审会统计，2009年开放中国来台湾投资，累计核准的案件超过1500件，有25亿外美金。那看这2年的数字，大约逐年拢是1亿1000万美金来看，比过去上届做时2013年的3亿外美金比起来是减真多。投审会认为讲，美中关系变动、两化情势甲全球经贸变化，拢影响投资意愿。不过，外界就烦恼中国会透过外国人证券投资的管道来渗透，敢会下修投资比例，引起讨论。怎么样去界定直接投资跟财务性投资？牵涉到我们整体的管理的松紧，以及外国人对我们国内投资的信心。好，那还有整体证券市场的发展。行政院这边其实都一直都在研议当中。金管会强调，目前拢有严格监督，确定外国人投资管道的资金唔是对中国来的，准啊下收趴数，而且达条审查，人力甲整个资本市场的寻求空间，拢会是正大的考验。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。